有冇諗過唔使露臉可以喺 YouTube 賺取超過美金8000一個月？咁我喺幾個頻道上面見到過類似呢啲影片，佢哋吸引咗大量嘅觀眾，而且一個月內佢哋賺取超過港幣5萬蚊。Animal World 係一個相關頻道嘅例子，呢個頻道咧專注於小動物同埋小朋友，佢哋跟住音樂起舞，從而獲得病毒式傳播嘅成功。呢啲影片之所以吸引大量觀眾咧，主要咧係因為呢啲嘅動物咧非常之小巧可愛嘅，佢將個小動物咧人像化，將小朋友大人化，幾乎咧冇一個觀眾覺得唔可愛嘅。如果你係第一次嚟我呢個頻道，我係中年嬸嬸，一個專注研究 AI tools 嘅活躍用戶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以獲取更多 AI 知識。唔講咁多，要製作呢類型 shorts 用2分鐘就得，而且好簡單。首先你需要前往 Kling AI， 然後按下 video 開始啦，記得選 text to video， 跟住落嚟咧，將呢一個 prompt 複製到提示方塊中。想知呢一個 prompt，email 我 dylanlearn.ai@gmail.com。我會將呢個 prompt 咧就免費俾你，例如我想要一隻異國短毛貓跳舞啦，咁喺設定中咧你可以揀標準模式啦。如果你使用免費賬戶，選擇9:16縱橫比嘅垂直視訊格式，然後按下 generate 以建立影片，呢個就係最後嘅結果，係咪好神奇呢？如果你感到滿意，你可以將影片下載落嚟。如果你喺呢個過程中需要任何協助，歡迎加入我嘅頻道以獲得支援。如果本教學對你有所幫助，唔好忘咗讚好、訂閱並按下通知鈴，以免錯過更多類似影片。下次再見。